妈，你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是最年轻、最漂亮的。想想这2年，我们不是在吵架，就是我不在家，我都没有好好的看过你。你现在躺在这儿，我才发现你憔悴了好多，老了好多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以前不应该跟你作对。妈，你快点醒过来吧，快点好起来，好吗？妈。新月，快来吃饭啦！来啦！哎，看看我今天给你带的什么好吃的，这么丰盛啊！当然啦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小豆米线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，谁呀？夏夏，你怎么来了？新月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说完就走。我给你发的照片，你看到了吗？凯文现在怎么会这么颓废啊？是他妈妈突发心肌梗塞，被送到医院了。现在红方画廊被查出偷税漏税的问题，他妈妈只能关掉画廊，而且还面临巨额罚款。那志翰现在怎么样？他很不好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他应该受了特别大的打击。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能去看看他吗？他现在不会愿意见我的。其实我觉得你和他父亲之间那是上一辈的问题，但我们之间还是朋友，不是吗？要不然你再想想，我得先走了，我要去给他们送饭。拜拜。夏夏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嗯。楚哥哥，我们来看阿姨了。给你买了鸡汤，趁热喝吧。让你费心了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该做的你也做了，那还干什么？我知道，之前答应你要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最后没有遵循这个诺言，对不起。但是你爸爸的态度你也看到了。
结果都成这样，是我们家欠你太多，我还不起。真的很抱歉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还是请你振作起来。毕竟你妈妈也需要你。走吧，我也没脸见你。多保重。别走了，咱们才刚来，干嘛走啊？有任何需要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辛苦。楚哥哥，你干嘛要赶新月走啊？我觉得新月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当年要不是叔叔侵占了他爸爸的话，现在这一切也不会发生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名画宝贝侵权一案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在画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楚鸿飞老师，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，由此会不会带来对雪山画派的重创呢？该不该因为个人的行为而降低了对整个画派的评价，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论。不过，雪山画派的重要阵地红坊画廊的停业已经成为了既成事实。为什么这个画廊的败落让我如此难过？画作的最大价值，不是属于哪种流派，出自哪位名家，炒出了什么高价，而是作为一幅画，被很多人看到，并且因此而喜悦。爸爸，你用手中的画笔，把圣洁的雪山从遥远的香格里拉带到了很多人面前。作为您的女儿，我想，我也有对雪山画派的责任吧。我先睡会儿。啊，妈，你醒了？该乖孩子了。有你在真好。你知道吗？你昏迷这几天，我的心都乱了。对不起，妈妈让你担心了。我现在好多了。那就好，我让医生来看看你。喂，新月啊，是你啊，你好吗？我挺好的，想你了，也想香格里拉。那就回来呗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上回住的那个房子，我还给你留着呢。这官司打完了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地了。这次回来，心境一定不一样吧？我也计划着要回去呢，总觉得还有些事情没有完成。这官司不是打完了吗？
是爸爸的话。我觉得这些话应该展示出来，让人们看到才有意义，不应该被一直收藏在话筒里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想在香格里拉给爸爸办画展。方姨，我明天就要动身回去。好。医生怎么样？病人呢是急性心肌梗塞，这次呢好在他体质比较好，扛过去了。当然了，以后还是要学会调节心情，什么事呢不能钻牛角尖，不然最后受累的是自己。这样吧，先留院观察几天，我呢给你们制定一个康复计划，每天呢按照计划进行锻炼，好好休息吧。饮食呢要清淡，少油少盐。谢谢医生。好嘞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的账上没钱了，记得去住院部续个费。妈，那我出去一趟。你好，我续一下1901的住院费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张卡余额不足。不足了？那你试一下这两张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2张卡还是不足。等等。这张呢？你试一下这张。好的，这张可以了。谢谢。哎妈，让我来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样？好，真好。不用陪着我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我回去也是一个人，你还不如让我在这儿陪着你呢。那你累不累呀？我不累。哎，楚总早！哇，阿姨你醒了，我给你买了花，你看。哎，我找个地方放一下啊。放在这儿。阿姨，我跟您说，您昏迷这段时间，楚总可担心了，每天吃不好吃。我妈刚醒，你说话小声点好吗？哦，你就是那个主播盛夏吧？你特别会活跃气氛。哎呀，对呀，我跟您说，我超会活跃气氛的，而且我还会买早餐，我现在就去。他平时就这样说话，特别大声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，长得漂亮，性格又好，多开朗。志翰，你爸爸现在怎么样？你昏迷的时候我去看过他，他现在挺悔恨的。爸，您憔悴了。家里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妈妈怎么没来呀？咱不是说了今天跟你一起来吗？妈妈说画廊里有事儿，让我自己来。她答应过我的事儿，她从来都不会失约的，她应该跟你一块儿来的。她说她下次来看你。
志恒，爸爸没用，不但没有能力照顾好你们，还让你跟你妈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。对不起，儿子。不，爸，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我现在发现，我以前是多么的不懂事。小的时候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非不干。永远跟你和妈对着干。我以前太不懂事了。你原谅我。这有什么好原谅的？都是爸爸的错，孩子。你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游乐场吗？记得吗？你就想坐那个摩天轮。我说儿子不要去坐，太危险了。我说就坐下头那个旋转木马，你不听我的，我就知道你这孩子从小骨子里就叛逆。但是爸爸，就是希望在你成长的每一天，给你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可惜，爸爸没跟你说你这个好的榜样。好了，爸，你别说了，爸。爸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会让自己成熟起来，我会撑起这个家，我不会让这个家散了。我会照顾好妈妈，我们会等着你回来。你长大了，但是我没想到，爸爸没想到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，让你成长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保重身体。好，我知道。我了解你爸爸，这次入狱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。啊，你就别替他开脱了。错就错在他当初不该那样。我没有替他开脱，都怪我和你爸爸一时昏了头，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局。妈妈真的很抱歉，现在要让你来承担这样的局面，替我跟那个李新月也说声对不起吧。好，我碰到他，一定把话带上。啊，你坐起来靠一靠。我去找一趟医生。好。这是陈正倩女士的病房吧？你找我妈？陈总。听说你家里情况不太好，我很担心，过来看一下。妈，这就是你欧阳叔叔。哦，楚公子。欧阳叔叔。志汉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去找医生吗？快去吧。啊，快去呀！
好，欧阳叔叔，你们聊。陈总还好吧？出去说。陈总啊，楚大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让陈总受累了。那这家医院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忙换一家？不必了，这里挺好。我们之间资金往来的事情，家里的账目已经销毁了，画廊也砸坏了。不过什么？我家里的电脑丢了点数据。这是什么时间的事情？就是鸿飞出事之后。丢了什么东西吗？账目记录。这可怎么好？这万一……账目记录是加过密的，拿走又能怎么样？不是吗？也好。我希望陈总，你没有私藏证据，有危险的东西要尽早搞掉。你放心，我们家现在落到了这步境地，我现在只想和我儿子有个安稳的日子。陈总是个聪明人。陈总多保重，我就告辞了。欧阳叔叔，这就走了？那我送送您。不必了。您方便吗？有些事情我想问问您。什么事啊？你也知道，我家里出了这样的变故，现在家里的画廊和公司也经营不下去了。您又是我父母的好朋友，所以我想看看您方不方便。需要多少钱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孩子，需要钱就说话。我跟你父母是故交，帮衬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欧阳叔叔，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我现在是我家的顶梁柱。妈妈的医药费还好说，但是我不希望家里的公司经营不下去，所以我想请求叔叔能够在业务上给我一些帮助。堂堂的楚家大公子，有什么事还需要说求啊？我还有点事，回头细谈。好，叔叔，再见。楚哥哥，你来了？进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妈，阿姨，我来看您了。妈，妈，哦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要不要到房间里躺一躺？或者出去走一走呀？也行啊。好，那你等等，我去推轮椅。啊，我来帮忙。
新月，方姨，走吧，我来。阿姨，你看这外面空气多好呀，咱们以后要多出来走一走，多出来走走，心情比较好，好的也会比较快，对吧，凯文？是啊，妈，我有空我就过来陪你下来走走。哎，我刚才在地上捡了朵花，我觉得给阿姨戴一下怎么样？我不戴了，你戴吧，你戴。哎呀，试试嘛，加点颜色，来。是不是？放在这儿。好吗？是不是很怪啊？我觉得有点颜色好多了。但是我现在心情好多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哎，咱们拍张合影吧。好，来。3、2、3。妈，你看，你戴上这朵花，看起来多精神。是啊。回头这照片我给您修一修，保证特别美啊！到时候把照片发给我啊。好嘞。去那边走走。来喝茶。谢谢方姨。怎么样，新月，在上海过得好吗？官司打赢了，心里还是挺安慰的。这次回来，打算把爸爸的画展好好的办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。谢谢方姨。新月啊，后来你见过金小天吗？没有。这一生心动。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听卓玛阿妈的孙女达瓦说，她在寨子里见到金小天了。寨子里啊？他还在香格里拉？我也奇怪呢。不过达瓦的意思是，他好像在一个什么公司做事。要不我去帮你问问。不用了，方姨，别问了。阿姨，您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啊。啊，附近有家素菜馆，东西挺清淡的，你就去那家买吧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哎，我去吧。你就让盛夏去嘛。哎，我去啊！那我走了，等我哦。哎，妈，喝点水。
妈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去把门关上。什么事儿啊？不要关门说。妈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志涵，妈现在跟你说的事情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仔细听。我们家鱼缸底下藏了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面有一只 U 盘，你拿到之后就放在自己身上。什么 U 盘啊？为什么藏在鱼缸里面啊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你爸爸现在情况非常不好，我担心之前跟我们家有过节的人会找我们麻烦。如果他们一旦威胁到你，你就拿出这只 U 盘，你告诉他们，只有你知道密码。那密码是什么？你让他们留下 U 盘，然后你回到安全的地方再跟我联系，我会告诉你密码。妈，怎么我们家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啊？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人跟我们家有过节？我们上一辈的人的事情，你就不需要知道太多了。你一定要答应妈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，然后一定要保护好这只 U 盘，好吗？我知道了。这是附近最好的桑寨了，我打算把它买下来。买下来搞旅游景点呢？那多麻烦呀！给小天看看。这个地平线小镇呢，是央金和欧阳先生合作开发的项目。央金现在正在找的就是这种香格里拉风格的建筑。我现在只需要低价把它买下来，再转手卖给他，这样不费劲就能赚一大笔。我是担心这村子里有人不同意。那就看你的了。明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开发这种小镇，可捞的油水多得很。你就当个项目经理吧，我给你配辆车，再配个助理。谢谢辉哥给我那么块肥肉吃。好像这一户就不太好谈，能不能把它买下来，就看你的了。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啊，对了，辉哥，我想什么配助理也算了，你给我一个方便点的住处就行。你这小子花会心思还真不少。这都好说，先进去看看。啊，辉哥，你就别进去了，这里穷乡僻壤的，你这个身份进去了，万一给人家讹一下、敲诈一下不太好，我来帮你。好，我让天蝎跟着你。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慢走。你先送过上车。小天哥，小田呀，是小月让你过来的吧？卓玛阿姨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跟新月分手了。分手了。知道分手是什么意思吗？
到底什么人跟我们家有过节？我们上一辈子人的事情，你就不需要知道太多了。你一定要答应妈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，然后一定要保护好这只 U 盘。欧阳先生在 VIP 楼等您。你去吧，别太慢。是的。欧阳哎，志汉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去找医生吗？妈。哦。小天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金小天，心雨姐。做完了。怎么了？周妈妈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能解决的，好吗？你不是应该在上海吗？跑这里凑什么热闹？你不辞而别，消失了这么长时间，就是来干这种勾当了。你他妈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过来跟我说这些话？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你是谁呀？你还是那个我一直等着要见到的金小天吗？我懒得在这里跟你废话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，给我滚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是有苦衷的。我想要那幅画，我得不到啊！我从一开始跟你接触，我就想要那幅画，你一直不给我，一直藏着掖着。没办法，我也要赚钱的呀。还有那什么房车之旅啊，什么求婚呐、订婚呐，玩玩而已的。玩玩而已。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玩玩而已，是吗？是。所以是我当真。是你不长眼。那你说过那句“一辈子要做我的护身符”，也是玩玩而已吗？